新竹县新埔镇嘅公堂家庙系台湾清在清末嘅新竹县文化局7年前，都打算囤积这个打造做有生命同法律的宗祠博物馆。上昨日总算正式开始营运呢。9处宗祠有5处已经整好嘅，剩的4处也2日也会陆续整好。不过除了恢复宗祠祭祀活动以外，平常时有用呢有韩国多位用途呢。行人传统嘅宗祠文化价值，按用嚟睇新时代表现出来呢。来看眼嘅报道。5个图案呢都在我陈家祠里面，那你们就先去找，把这5个图案找到以后，再回来告诉我说这个图案在哪里，然后我们再来解说它什么意思。全国古今日20日，新竹新埔镇成物公堂也改多年而来也过关，是看到太些朋友拿凳子认真睇嘅钱宝，而请出公堂有按到马嘅奥秘。这是禄星，那个是寿星，所以说三个星在这里就是福禄寿全的意思。大棒国馆发通，想係改多年行到成物公堂，而來了解古蹟。之前其实没有开放嘛，那借由这样开放，其实可以更了解，而且又有导览，又有解说，比较可以了解说它的来源还有什么一些典故。刚好给小朋友去认识一下那个祠堂在哪里，位置在哪里。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些位置在哪里，对，刚好也可以知道，然后让他了解一下那个一些典故。由宗祠家庙每只博物館起來，無圍牆嘅博物館，本大家來看，讓超多人新埔很鬧熱。台灣新埔鎮上入改發達，清朝數位對中國來台灣嘅老祖公，為了牽入他家嘅心，起嘅一處又一處公堂。嗰所新埔鎮做得講係全台灣公堂最集中嘅所在。新竹縣文化局7年前就看到新埔有按屯嘅無同樣嘅所在，嗰所規劃來爭亞條宗祠，屯亞9處宗祠聯絡起來，愛做宗祠博物館。宗祠家廟動集中短短差不多3條街，方圓差不多500公尺之內呢，是有7座宗祠加個並了個雙堂屋劉姓的加呢烏州劉故居而且9個宗祠所以呢推按3街6巷9宗祠。透過呢張宗祠博物館呢張推廣協會呢，大家有機會認識，經過5年的磨合呢，現在變成一個共同體所以呢，新埔宗祠博物館沒單一建築了它是一個區域性的一個社區博物館，也可以說是一個生態博物館，也可以。為咗亞種宗祠博物館呢條業鋪，就是爭公堂。5年前其實新埔的宗祠是破破爛爛的老房子，那大家經過它，只會覺得它就是一個祖先住的地方。那我其實會比較擔心說，這些老房子如果在新埔街消失，事實上對整個新埔的歷史，或者是說對很多的後代子孫來講，他其實不知道過去，不管新埔的風華也好，或者是說過去祖先曾經怎麼奮鬥的過程也好。等等時代改變，韓國子子孫孫開話北拍，種錯嘅觀念見來見冇嘅，公堂嘅CCTV未無從調擺嘅。部分嘅公堂發現過厲害，3年前客家新聞雜誌團隊陸續去記錄也落落確確嘅情形。當時連和公堂唔單止屋當立下來，2噸沒黑，鬼東部立一立，爛爛寬寬，看起來個落寞。負責修復設計監錯嘅建築師涉嫌勞心百度來爭，今年前日總算係屯連和公堂有爭到從頭擺用嘅安排頭。我們在修之前，因為它這個載體就是泥磚的部分已經坍塌了，那這邊的這個泥塑還是蠻好的，所以我們先把這個泥塑想辦法把它先解體下來，然後把這個泥磚修好，修好以後再把這個泥塑部分再回貼回去。唔點樣嘅唔見睇嚟睇門，涉嫌行照等新埔鎮巷按道嘅公堂嘅形式來屯連和公堂打造新嘅門。很早以前這個門就不見了，所以我們就特別就邀請這個劉師傅，
我说原则上我不晓得是什么样子，但我说原则上我们把新埔所有的家庙去反思一下，就我们发现新埔的家庙这个门的做法有2种，所以我们就找其中一种。一下叫错公堂已經真好唔錯，村內2年內會真好嘅，未做唔得搶起一類講嘅空學嘅，連我嘅後退子孫，同時咪係新埔正宗嘅連部落，就望等一公堂會有發通中心嘅功能。將來為了學校、攞社區來結合啊，所以講我想請當地嘅藝術家，我哋有到客家人、後生人當強嘅，為打拳頭嘅，為做咁嘅白演嘅。還有人嘅舞龍舞獅誒，國術團啊，可能將來都會進駐啦。地方人士上嚟成日呢上嚟練舞誒，又做起來上嚟學客家人嘅白演，還有嗩吶等等啊。你要裝個海綿球，先縫是不是？對。新埔鎮宗祠客家文化導覽館導航，對馬來西亞來嘅客家後生藝術家，帶動新埔鎮好安多位媽媽向下來卡針線，屯也條媽媽嘅故事用針線修題補嘅好，大幫向下來做藝術作品，而屯漢體老師導航嘅東西潛到上來。我們婦人這個刺繡，挑白人全部去家走上。一個什麼會假哈，一天會去學私人嘅嚟裁縫，因為一會假一天會不會走上哈，這個是我們客家人最傳統。但是隨着時代的變化，這個已經真的是沒有了啦。在這次的藝術計劃裡面，我也有想，就是請那個客家的婦女、新埔的婦女們呢，就是和我一起縫一個同心圓，然後把它集結在一起，就是同心圓的意思，就是讓一起同心協力這樣。藝術是可以讓所有人聚在一起的，然後透過再製作一些共同一起製作一些藝術的活動啊計劃，就能讓所有人都集合在，好像集合全部人就集合在導覽館，一起聊天，一起動手做一些事情。新埔鎮公所請來藝術家來到裝藝導航，希望有新的藝術能量加落來，為頭擺野古用現代藝術來表現出來。在舊的建築物裡面，它透過歲月的洗禮，它本身就有很濃厚的歷史啊故事在，然後再透過我們和一些原居民在這裡聊天的時候啊，透過聊天，還有一起做事情，就會可能會勾起他們很多兒時或者是曾經在這裡活動過的記憶。給我一個中了樂透頭獎的身體，哇！好，很好，來，大家身體再動一動。劇場表演嘅人黃博遠用戲劇嘅方式，帶領大家在個用眼神來感受陳福宗祠也暗有老師味嘅色彩。我們身體是感受世界的最重要的途徑。我們要認識我們陳家祠，我們要認識我們的新埔，最主要都是從我們的身體開始。只有認識了自己的身體，我們才有機會去認識其他不同的環境。就睇陳福公堂嘅真實，民眾就等黃博遠嘅指揮，親自古藝術畫腳來表達情感。一般這種戲劇的揣摩或表演，通常都是在舞台上面。那來這邊的話，因為是古色古香的古蹟嘛，環境也不太一樣。我用的方式，我會希望讓一些平常沒有在接觸宗祠的人，我會從感官開始，用聞的、用聽的、用觸摸的、用身體去在宗祠的空間裡面步行，去找到自己身體跟這個地方的關係。其實對我來說，就是簡單來說，就會在這裡面玩遊戲，就像小朋友對於自己年幼時的印象，就可能我在哪一個溪邊玩過。我希望大家會記得他曾經在這間宗祠裡面玩過一個很特別的遊戲，或者曾經很開心。在個利用公堂，限制小無按到嘅，讓你睇陳福公堂，還有教人用嘅來錄鹹談嘅法通。這苦瓜是切成條狀。
屯太出的副官切做一地通过，并到更好的了杜方报告议案，同时就讲代表嘅，安尼审判杜方欢迎家人传统嘅美德，要喺安尼嘅法通当中上修下来。苦瓜盛产的时节哈，是唔去哈，那都是倒给卤去的，用黄豆这样去煮的哈，放冰箱随时拿出来吃，譬如早餐要吃不油腻，它是唔久，是它宰嘅，也是做的。打帮各种形式的艺术行通，法通设计，上演很多公堂，改变的农摆中系赤道公堂更严肃，一般人更难行讲的看法。火化了啦，唔会像。頭拜人佢幫阿公婆喺排，人唔會落來，會被抹到，唔會啦，唔會。你看你見唔來嘛，當到年啦。除了祭祀活動，最多就是平日的上香祭拜，還有就是春秋二祭比較大的家族性的祭拜以外呢，我希望把這些空間呢，不管是正廳或是兩邊的廂房呢，把它開放出來。很多人說他們從來住在這裡，沒有進來過這些宗祠，因為以前不能進來，可是現在陸陸續續都可以進來。那我想，這個是我們努力的第一步了。除了短期發通，沒有長期再夠利用的計劃，生活公堂的辦務就拿來做青埔宗祠博物館主題工作站的辦公室。曾經當過民宿哦，租給來這邊採橘子的人住哦。那所以你看到這個有閣樓，閣樓就是他們住的地方，那下面就是是讓他們生活的空間哦。那現在它變成了一個非常活的，每天都是很忙碌的一個辦公的空間。事實上，我覺得也是活化空間一個很重要的使用用途。生活後退子孫韓國係提供堂嘅背後，可以簡單的參與感，唔求以賺錢，搶網等提供嘅啲素材，為參觀嘅民眾頓腳錯了啊咧。你啱啱看到按落全家祠啊，按到人才行啊，行冇位所好坐，冇位所好撩啊，我是想，嚟裝作風采位所，本人坐了了，嚟講啲新婦嘅故事。講祖先的故事。我想新埔有這麼多的宗祠空間，它除了保持它原來的祭祀的這個莊嚴的氣氛之外，那它其實附近的周邊的，它其實是可以有活化的。其實是我覺得是未來宗祠博物館應該要可以努力的方向。希望透過活化能夠自給自足，不要再跟政府伸手申請補助款。這個是大家的期待。盡量發掘你在地的故事，把在地產業找出來，然後在特色商店來呈現，把新埔的宗祠博物館呢，當作認識客家文化、客家信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窗口以外，我們也希望借着這樣一個博物館呢，把新埔地區或是我們新竹縣地區呢，整個客家的產業把它帶動起來，因為只有產業去支撐呢，年輕人才有機會回來。年輕人回來了，那整個社區也好，或是這個宗祠呢，就會有希望。新埔宗祠博物館連營計劃唔單止掌握嘅天天，還團人前多進來，外國宗祠仲前飛交流互通，潛歸宗族嘅倫理傳承，還此等屯老時代嘅宗祠睇新時代杜好，比新嘅意義屯身份。